湾话艺术水较好，国情解说2句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日常生活咧对答台湾话，有个言词足咸的，你敢知？亲像讲迄天，我去找阮知己的北部广播电台名节目主持人阿国兄，因为伊的名我一日国，我拢叫伊港国的。一日踏入去伊的播音室尔，伊看到国情啊，煞甲我拄讲国情啊，你毋通做迄个工课，笑破人的喙。哦，那即句真咸哩，就是讲做老开台，连边仔咧看的人都感觉好笑，感觉会遮咸，连喙都笑破去。啊，国情啊，头壳摇的讲，当我是做啥物代志，互你犯嫌，讲我笑破人的喙，啊，就算毋知影你昨昏迄集解文说理讲3句言词，我逐句都会晓。你讲这吼无咬啦，含慢啦。啊，国兄啊，你着爱想讲吼。有人爱食青菜，有人爱食肉路，有人兴烧酒，有人兴豆腐。原来有真侪少年家甲国情啊讲伊台湾话，学问有较浅，想要借解文说理即个节目加减吸收。咱食鱼食肉，原来着爱有菜价，所以吼毋通讲我笑破人的喙。咱着爱做节目服务大众，有诶较深，有诶较浅。啊，你甲我互相闹开求进步，敢毋好？讲到一句互相闹开求进步，咱嘛知，这就是讲拼命的。你甲我闹开，我甲你消风，大家无扣现的，袂当过骹身，但遐伫咧饲母饲厝。讲国情啊，就是怨妒我啦，袂用的。互相闹开，目的干那一项，就是要求进步。啊，这原来社会上人流传出来的话哦，毋知谁遮熬写出了遮尔奇卡的话吼。听到进步2字尔，啊，讲遐佫甲我插讲国情啊。进步对啦，你着爱搁较进步。你若佫毋求进步，我甲你讲，继续退步，你爱包转去。哦，讲即句包转去，原来有够咸的。因为啥说包，就是讲吼，你来遮做事，有真侪家私、落来的吧，也是螺丝甲骗子种吼，规气做一摆包转去啦，莫佫做啊啦。咱知影即句包，就是讲代志到遮收煞或者包起来。毋则有迄个佚佗人安尼记。老爸出来甲人讲代志，若看对方遮少年囡仔讲话较刺插的，倒啊转落伊就会讲我即马是收起来，你当作我是包起来上。哦，即个真正足咸的话。当然啦，阮若讲遐阮知己的讲话，无影遮咸啦。佫种是将即个话捡做伙编做一个小故事，甲你互相探讨。咱听会捌就好，加减了解，毋通去讲互听。台湾的艺术啊。